菠蘿讚好一齊譯集。第六心法，內在動機。人類做任何事情，其實只得兩個原因：恐懼或者幸福。以前我做嘢幾乎全部因為恐懼，怕輸，怕俾人差，怕冇錢，怕失去，怕自己一無是處。恐懼的確可以推你行動，但係問題係，因恐懼開始，成個過程會好辛苦。做嘅時候緊張，做完擔心唔夠好，解決一個恐懼，下一個恐懼即刻出現，永遠都唔會真正開心。直到後來，我發現真正長遠嘅動機係幸福感。當你係因為享受件事本身而去做，你會期待開始，享受過程，甚至唔想結束。我用一個好真實嘅例子講，以前我同異性傾偈搭訕，動機其實好恐懼，怕自己冇吸引力，怕冇女朋友，想用搭訕去證明自己。結果係個人好急，好重需求感，成件事唔流暢，我唔舒服，對方都唔舒服。後來我刻意轉一樣嘢，我唔再問得唔得，我只問我好唔好奇呢個人。我開始享受交流本身，對對方嘅人生有興趣，唔帶目的，唔在乎結果。我發現成件事輕鬆咗。內在動機唔係心理學，而係你人生轉向嘅關鍵。因恐懼行動，你會好攰；因幸福感行動，你會行得遠。第七，我會開始講點樣做，但係記住，動機錯，技巧只會害咗你。